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们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结束房满1周的工作时间，让我们有段时间能够来寻求你的面，寻求你的道路。愿主你的话语充满我们，陪伴着我们左右，真真实实的应用在生活中。愿圣灵亲自引领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明白你的真理。愿主看顾我们聚会从头到末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赞美耶稣，在心灵良诗选136首。尊贵
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会众请坐。起因文在诗篇的84篇，旧约613页。诗篇84篇，旧约613页，由我来起，会众来应。最后一段我们来一起念。第1节，万军之耶和华，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上帝啊！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他们行走，力上加力。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求你听我的祷告。上帝啊，你是我们的盾牌。在你的愿语住1日，胜似在别处住1000日。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我们一起来，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我们一起来攻祷。仍要为现今在战火中国家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巴勒斯坦等祷告，愿战火止息，和平降临。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在新学期中能适应新环境，生活正常规律，有好的知识教育和生命品格祷告。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这段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课我们请高嘉锦姐妹。今天第一处经课在列王纪上第8章1节、6节、10到11节。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2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第二处经课在新约以弗所书第6章10到20节，教会圣经215页。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以上是上帝的话。谢谢嘉锦姐妹。献诗，我们请儿童主日学。献的曲目是《我们的神》。圣洁荣
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足，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你说话，命里就灵，你吹气，就得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圣洁荣耀尊贵能力，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升级礼，我们请蔡文武牧师。弟兄姐妹们，刚刚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们，你要想象20年后，他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中间的这些的同工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我们教会里面的孩子们，当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许有一些的一些的失误，或者会有一些的做不到的地方，但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跟帮助，让我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一路的陪伴。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孩子不断的成熟跟成长，以致将来能够为主所用。好，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为几位他们要在今年当中，他们要升级到另外一个不同阶段的人生过程当中。好，那这几位学生，这几位孩子们，他们有的将要转变成这个从这个幼稚园进到小学里，也有的要升到国中当青少年，也有的要进到这个高中或大学，要成为年轻人。求上帝帮助，让我们来为这几位年轻人，为这些孩子们祷告，让他们将来都能够大大的为主所使用。那我现在宣读他们的名单，然后来为他们做介绍，然后我们来为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升级礼，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们。我们先请帅帅耀帅哈，还有瑞安、秉仪，还有知情、彩恩还有杰安，还有贤熙，还有研究所的景凤、月薪，还有玉慈。我们请这几位来到台前，好吗？如果没有办法，正在上课没有办法来的哈，那就请家长来代理好了，好吧？好，我们请到台前来哈。
好，我们要来介绍我们这几位年轻人，还有我们的孩子们。好，那我们的今年升小一的这个要帅，今天没有办法来，但是阿嬷代理一下哈。对，这个阿嬷从小就把他练留个大汉啊，所以感谢主，他现在可以上小一了。好，那我们几位升国中的，好，瑞安来举个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瑞安哈，这个是我们的德强的小朋友啊。好，还有秉仪，好，这边这个是我们的我们刚刚的梅如的孩子哈。好，还有知情，知情举个手一下。好。他也在我们的儿组里面，也成为我们的小朋友，然后在我们的当中哈，他是小刚的这个小朋友，今年要升国中了哈。好，彩恩，举手一下，彩恩哈，对，这个是要升国中的。好，这个彩恩我相信大家都很认识他，从小都在我们这边跑来跑去的啊。我们的这个美艳的小朋友，美艳的小朋友啊。好，还有。贤熙，对，贤熙，贤熙，这个是我们的知情的小朋友，好像漏了一位哈，杰安在哪里？杰安今天没有来哈，好，那没关系，那请主日学老师帮忙代理一下哈。好，研究所我们有3位哈，那有景凤，景凤，好。景凤还有月薪月薪是爸爸今天代理哈，因为他们都是在远地读书的。还有玉慈玉慈今天是妈妈代理好了好，那我们这几位就是我们今年要升这个小一、升国中、升高中、升研究所的我们这几位年轻人。那愿上帝祝福他们，让他们能够在新的学期当中有新的学习跟成长。在未来的年日当中，也蒙上帝的祝福。好，那我们就先一起为他们来祷告，上帝祝福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今天升级礼之后，他们就进到不同的团契、不同的一个单位去，不同的主日学去，就能够在那里有美好的学习。好，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年轻人、为我们的孩子们，我们为他们举手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这些孩子们献上祷告，他们都是你所爱的，每一个都是你的宝贝，让他们能够在未来的年日当中被你所用，能够在他们的时代里面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你恩待这些孩子们，他们无论升到哪一个年级，他们的学习都不间断，他们的身体强壮健康，上帝和人喜爱他们的心都一起成长。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祝福他们未来的年日满有上帝的恩，大大与他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请我们的教育部长来帮我们颁奖，好吗？好，请我们的教育部长我们的茂林执事来帮我们每一个年级来帮忙颁一下好，先从小一的好了，好不好？年级越小越大件礼物越大件好，来我们的，好，谢谢。好，这个要帅的阿嬷好，来代理一下。好，来升国中的，好，没关系，照他们站的顺序好了好，我们的秉仪，好。好，还有知情，在那个瑞安瑞安，好，然后知情，好，来彩恩。好，然后是贤熙好，我们的景凤。
然后是月薪爸爸来代理一下哈。对，还有玉慈妈妈代理一下，妈妈代理一下，谢谢。好，谢谢。我们这几位都是我们教会的年轻人，都是我们的孩子们。那也许他们曾经在教会里面跑来跑去啊，也许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哎呀，他们好像还没有那么成熟。但是现在他们要进到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愿上帝来祝福他们。我们再一次拍手来鼓励他们，让他们进到人生当中的新的阶段啊！谢谢，谢谢。好，那我们就各自回到自己的主日学或是我们的这个团契里去哈。好，以上，谢谢。读经由我来攻读，在约翰福音第6章35节，然后还有41节到51节，在新约的107页。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41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45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上帝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上帝来的，他见过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献诗，我们请诗班。曲目是主曲，他藏我灵，你是我藏身处，还有救赎磐石。
谢谢诗班。正道我们请陈虔诚牧师，题目是永生之粮，建立基督的身体。好，那亲爱的陈牧师，还有我们各位同工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哈，让我们牧恩之家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事。那我先来做介绍。好，那牧恩之家其实大家对我们很熟悉哈。那我们其实在最近遇到的在一些公务部门都希望我们可以做一点介绍哈。那其实牧恩就是要帮助要酒瘾的过来人哈。那我们透过24小时这种全时间的陪伴。让我们的弟兄戒治者可以来恢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1年半其实是一个第一门槛了哈。1年半之后，我们盼望可以弟兄继续然后留下来有一些造就培养的一个部分哈。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不会复发的比例在60%啦就是但是呢，牧恩的所要做的不是60%而已我们要做的是100%的但是如果做到100%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以及我们的定义那其实我们就是要把一个本来他需要被帮助的被助者让他成为一个能够帮助人的所以在这个希望可以拉长我们弟兄在牧恩的这个学习过程。那在这个拉长呢，大概我们做过统计这个是我们福音戒毒好几个机构一起做的统计，大概至少要5年到7年那等于是神学院医学院读医学院要读7年那一个医生如果能够7年这样培养出来，那这个也是很基本的门槛以至于说我们站起来之后，我们可以有能力来帮助人所以我们会发展一些服务的范围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个送餐服务服务独居老人客服班还有服侍教会那我们在这个今年来讲已经第31年了从芬兰宣教士创立以来，那就是服侍这个要酒瘾者。那我们所用的方式就是这个社区型的治疗模式也就是住宿全时间的住宿所以我们有一些家属家人来的时候，他们希望是什么呢？希望是说从此以后不要再回来了就住牧恩就好了但是呢这个我们希望上帝带领不是我们来戒治的弟兄他跟家庭就从此就没有了其实是要恢复跟家人的关系，所以我们是透过这样24小时的陪伴来帮助我们的弟兄。那这是我们
各个村家哈，有伯特利家园、皮努伊勒啊，这2个是成人村哈。那还有之后呢，我们有培训中心啊、恩典厨房，还有我们青少年中心亚当学园。那其实在今年哈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哈，就是伯特利家园啊，现在已经没有了哈，现在已经换成了一个新的地方。这个新的地方也是在我们的亚当学园的楼上哈。那这个伯特利家园呢，因为屋主我们在他是不想处理一些问题哈，那所以呢我们就只好要搬离家园。那所以这个也凸显我们的问题，就是说牧恩我们都是用租的用租的地方以及就是我们常常要为了这个租屋的问题就会要符合政府的要求还有要建设你也不能建设，因为房子是别人那所以这个是我们为这样的事工我们在向神祈求，求上帝也是给我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那目前呢，我们这新的家园新的伯特利还有皮努伊勒家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还有培训中心培训中心所培育出来的，就是现在我们牧恩的同工，还有我们在恩典厨房我们对外的一些事工的一些人员。在这些家园当中伯特利家园我们大概可以有16个床位16人。那皮努伊勒呢有25个床位以及亚当学园16个床位但是呢，亚当学园我们现在是很缺同工因为这个要有生辅员要有社工还有这个辅导老师那所以这个虽然看起来人不多，但是呢同工需要量很大以及培训中心我们就完成第1个阶段的人，然后进入第2个阶段就是我们的培育中心。那以及恩典厨房恩典厨房我们现在有4位同工弟兄加上弟兄，那每天就是要负责很多我们村家的各样的这个服侍餐点那所以呢这个牧恩的培育工作因为我个人是在牧恩我们有4位传道人，那我是负责教育训练的部分那也就是我们的培训中心。那其实牧恩不是在这几年才开始做培育的工作其实在2002年就开始也就是牧恩10周年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做培育的工作，但是也同工也大不易那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弟兄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对于自己生涯规划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牧恩它最主要就是以基督信仰为基础，那是全人康复康健的4个阶段从身体、心灵、灵性还有社会功能的恢复从这个工作治疗、生命教育諮商辅导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在今年的工作里头这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说家庭的工作、家属的
工作哈，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家属团契啊，在每一个礼拜，我们在礼拜六啊，我们就是带领戒治者的家人啊，甚至是还没有来戒治的家人啊，我们邀请一起来参加聚会啊，来在我们当中哈，所以这个家属的工作呢，也在这里他们得到一个支持。那也是在地点在我们高雄市中正路这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发现其实弟兄改变是要改变整个家庭，不是他个人改变，常常是个人改变，然后回到家庭又是恢复到原来的景况。那所以我们知道说是家庭需要整个改变那就是让整个家庭来看见主。那以及我们做培育的工作这个培育的工作主要就是让我们的弟兄可以产生能力让他们可以成为我们的同工以及专长训练。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中餐课程那有这个这个水电课程也有那还有我们现在正在筹备的木工坊就是让我们的弟兄可以学有一技之长包括木工那今天我们也有带一些作品来，就是木恩的皮雕，以及我们恩典厨房的这个各样的餐点包括这个辣椒还有手工饼干很多样但是呢，这都是让弟兄在当中操练。那除了这个中餐之外，我们也服侍众教会所以在主日当中，我们就是送教会的爱宴爱宴餐，还有便当以及我们也在这个教会、学校、医院社区的独居老人，甚至是学生的事工所以我们参与学生的事工，也透过我们的义工老师义工老师的介绍可能是义工老师他们所属的环境他的工作环境，比如说学校在屏东美和大学屏科大教育大学以及一些机构都会跟我们订餐我们成为一个联盟一个互相帮助这是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让我们弟兄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弟兄最主要是他在这里可以帮助跟我们一样的人，我们就是说陪伴，其实就是我们的弟兄在这里能够认识主，因着基督的爱彼此扶持。一下我们要来献这一首诗歌你的恩典够我用，请问我们弟兄出列。
请我们当中弟兄胡德宏弟兄来做见证。牧师、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在我们村家里面，我是个戒毒者，我叫胡德宏，今年51岁。国中因为好奇心不爱念书，在朋友的邀约之下吸食了安非他命，我的人生就因此在黑暗的生命中度过了将近20多年的生活。在23岁时，我认识了我的太太，结了婚，我们也一起吸毒。3年后，我因为执行而来，跟太太离了婚，也生下了一个女儿。但在她的成长中，我从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孩子都说都是阿嬷一手带大的，我曾经很感慨，孩子都由阿嬷带来监狱给我会客。当时我也立下心志，这次出了监狱，要好好的工作，把女儿养大，也要好好的孝顺妈妈。可悲的是，我出了监狱，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先去找毒品。就这样，监狱我进出了5趟，女儿也已经长大嫁人了。我想想自己怎么那么的可恶，我吸毒也吸到了幻听幻觉，也多次在家里吵闹啊，摔东西啊，为的就是拿到钱啊，去买毒品啊。我的这些脱序的行为也都被我女儿看在眼里。在无可奈何之下，他们报警申请了家暴令，而女儿跟阿嬷也多次送我到高雄的凯旋医院，也被家人送到游民收容所，都无法解决我吸毒的恶习。人生似乎走到了尽头。女儿透过凯旋医院的社工介绍我来到牧恩之家，在牧恩之家，我感受到了耶稣基督的爱。这里的同工也用这一份爱来关心我，协助我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也因为之前的家暴案以及抢夺未遂被判刑7个多月，也入监服刑。在监狱里，主任、组长也都来看我，也来鼓励我，也帮我寄菜寄钱让我也很感动我也决定出监后回到牧恩之家。在出监时，牧恩的同工也来接我回村，再次的感动了我的心。回到村家，我也开始去追求信仰的真理。虽然我常常看不懂，也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不过常常有弟兄们帮助我，使我感受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爱。我也不知道如何表白，不过我知道是耶稣的爱。我也在
基督里来承认我的信仰。我也相信，好好的待在牧恩，上帝一定会改变我的生命，修复我和母亲、女儿的关系。谢谢耶稣，不放弃我这个软弱可怜的罪人，还愿意来救我。谢谢主耶稣，这是我的生命分享，谢谢大家。谢谢德宏的分享那我们以下要用这一首回应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知道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这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他。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我们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爱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所分享的生命见证当中，主，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你。主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你要喂养我们，也要补足我们，也要让我们得到饱足在基督里。主，我们如何可以得到饱足？
主带领我们以下时间，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用这个永生之粮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就是耶稣讲到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一件耶稣喂饱5000人的这样一件神迹上面那这个4卷福音书里头都有记载这一件伟大的神迹，而且是超过1万人以上因为5000人只是成年男子其他的人没有算进来，所以超过1万的人，他们看见了这一件事情。那以及就是在4卷福音书里头都有记载，4卷福音书只有记载2件都有记载的神迹，另外一件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就可以晓得这5饼2鱼真的是一件让人不得不赞叹，并且让人可以看见神的地方。耶稣在这一件事情所发生的时候，其实他们是要去办退休会，不是要办布道会。所以5饼2鱼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最大的受惠者不是这些这一群人，最大的受惠者是这一群门徒。那如何这样说呢？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记载的这个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本来要跟门徒静静的到旷野里去退休。那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教会如果办退休会，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呢？一定要能够让大家可以住，然后吃的也能够吃得好，睡得好，让大家好好退休。但是，耶稣办退休会是什么都没有，他们是到旷野里去。牧恩之家曾经办过退休会，但是我们以前办退休会也希望可以到旷野里去，因为晚上弟兄都会偷跑出去如果太靠市区，大家都偷跑出去喝酒抽烟所以办退休会很苦恼。那我不晓得我们教会办退休会，绝对不会有这种困扰。但是主耶稣是要让门徒，因为他们去传福音回来，向耶稣报告了所传的福音，他们所赶的鬼，耶稣就带他们要去安静亲近主。所以当门徒他们跟耶稣去到旷野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耶稣让他们看见超过1万的人吃饱。那最近我们台湾就是这是男子羽球双打冠军李洋跟王麒麟。那王麒麟是天之骄子，他从小就拿奖牌无数羽球打得非常好，因为他父亲是羽球教练。李洋就不是了，
李阳他一路走来非常的辛苦，那他们两个一起搭档，在上一次奥运拿到金牌，这一次又这个卫冕成功让人家觉得真是不容易。但是对李阳来讲，那真的是天方夜谭，因为他们一起打球的练习过程当中，只有4个字，叫做输球跟失败。失败跟输球这4个字，所以，这个李阳他心里很清楚知道，这是他在要去奥运之前，他去教会，他的李阳的妹妹在教会聚会，邀请他的哥哥李阳去到教会聚会，那接受牧师的祝福，弟兄他就跪在当时就跪在台上，那牧师为他按手，然后弟兄姐妹一起为他祷告。所以当他拿到金牌的那一刻，他知道这个金牌不是他自己拿的，是神给他拿的。他当然他回来，他开始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福音传给汪麒麟。因为他是他的搭档好朋友。那这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他知道这个不是他靠着他自己所拿到的这一个荣誉，这个荣耀。今天我们耶稣也告诉人们，告诉他的门徒这一件事情。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然后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可以整理出来一件事情：耶稣一旦讲到生命的粮，就会跟一件事情一起讲。那一件事情就是永生。所以我们今天题目说永生的粮，除了粮之外，然后一定跟永生有关系。耶稣第一次讲到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不饿，永远不渴信我的永远不渴，永远不饿，永远不渴。”那这个是讲到永远的生命。第二次他说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人复活要做什么？不就是要活到永生吗？然后第三次他说：“我告诉你们，我就是生命的粮，信的人有永生。”第四次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信我的就必永远活着。”所以我们可以得知一个知道这样一件事情：生命之粮是使人到神面前。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可以看到是说，今天如果耶稣对我们说这样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以弗所书里头可以看到。以弗所书第4章第11节，耶稣保罗对教会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当我们看到这个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就可以知道跟吃的有关系，就是人吃得饱足。不是只有一顿吃饱，然后就可以得到成长，一定是什么？餐餐都饱。所以耶稣所讲的不是只有一顿吃饱，我是生命的粮，你们要在神里面得到饱足。那如何在神里面得到饱足？他所赐的，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也就是让今天就像主对教会讲说：你们要在我里面吃饱，你们要各尽其职，在教会里各尽其职，这是主耶稣今天在教会里的心意。那为的是要什么？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在的这个身体的成长。我们今天看到说，如果用身体来比喻说我们在教会的我们称为肢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功用，但是为的是要什么？叫我们各尽其职，能够成全圣徒。所以今天刚好我们刚刚牧师给我们的这些学子们真的是20年后20年后，这些就是我们教会的同工。耶稣今天是要做门徒训练，不是要做布道会。他说：“我是生命的粮，不是讲给众人听的，是讲给门徒听的。”第二个呢，说这个生命的粮是使人有永生。还讲到说，先知书上说，你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教训又学习的，就是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耶稣在讲谁看见过父？因为他是从神那里来，所以说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信我的人就有永生。我就是那使你们得到饱足，使你们身体可以增长的那一个，你们所信的那一个。”那我们所以生命的粮使人得永生哦。下一章。上一章跳过去。生命的粮，这里耶稣让门徒知道，我们可以看这个图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在那个5饼2鱼吃的最高兴的是谁？是门徒，他们围在耶稣的旁边，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没有人想过说，耶稣跟门徒他们在那里享用，门徒一方面还在想这些食物是怎么变出来的，他们只有享用这一餐丰盛的一餐，所以大家都很满足。耶稣说：“你们就是要这样吃，吃我所赐给你们生命之粮。”以弗所书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在基督里会有长成的身量。第3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生命之粮是什么呢？是使人，是为世人所赐的。所以后来又继续说，凡事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神就是让我们在这当中，在我们彼此服侍、彼此配搭当中来成长。所以今天神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要建造我们，在教会里建造我们，我们一起服侍。不是，那是牧师的责任，那是教师，那个是，
传福音了，该去哪里传去哪里传。我只负责来教会聚会，不是。神是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彼此建造。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啊！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所以呢，这里说主是生命的粮，想吃这生命的粮，要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什么叫吃肉喝血呢？就是遵行主耶稣所给我们、所告诉我们。在这里啊，我们如果啊从以弗所书啊讲到啊一些生命的原则啊，生活当中的，他说你们要弃绝谎言，生气却不要犯罪，不要再偷，总要劳力。污秽的言语不可出，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并一切苦毒、恼恨、愤怒都要除掉，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是主给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建造的。感谢主的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主，你是使我们生命长大、成熟这生命的粮。主，你今天要使我们在你里面得到建造。主，乃是我们是接受这生命的粮的那一个人。主啊，感谢你，也帮助我们晓得我们在主你里面，我们应当如何行。主也使我们心中有力量，更加的依靠神。主，我们感谢你，愿神也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陈牧师的分享。回应诗歌，我们会众一同起立，唱有福的确句，在心灵粮食选397首。
请丝线的同工至台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赐我们日用生活所需，我们将所得的一部分献上，使用在教会事工上，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起立。今天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吗？那我们谢谢牧恩之家的团队，那我们一起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到第二段的时候，我们一同起立，彼此问安。会众请坐。教会消息：本周主国语台语堂两堂，感谢牧恩之家陈虔诚牧师团队分享信息，请为牧恩之家事工关心代祷和奉献。本周主日安排2024升级礼，祝贺教会中儿童及青年学子进入新的学习环境中，请为教会新生代关心祷告，期待教会中儿童及青少年能回到新的时代，使教会及社会都蒙福。本周主日后11点40分，205教室有
韩国釜山大出日游行程说明会由赵少文弟兄主持。那此行程定于明年的3月31到4月10号，由小港机场出发，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参加了解。本周启发课程实验班最后一堂，感谢参与的弟兄姐妹，愿主赐福课堂所学能运用在各小组中。下周主日为9月份的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领受上帝的恩典。主日后安排服事同工座谈会，邀请招待、司献及主日点名的同工参加。会后12点半召开执事会议，请执事同工留步参加。暑假桌游去8月31下午2点，周六限定最终场。谢谢吴生佑老师。那活动免费，请把握机会。2024年起，鼓励本堂青少年学生的学习，本堂教育部将办理112年度奖学金申请，即日起收件至9月29止。申请办法张贴在布告栏，请洽办公室索取申请表格。教会将于9月14星期六中午举办中秋烤肉暨1家1菜的活动，欢迎弟兄姐妹及各小组报名参加。详情请洽徐德强执事，登记表已经张贴在布告栏。教会成人主日学将于9月8号开课，请为老师课程预备及弟兄姐妹渴望神的话语来祷告。为教会各项事工推动关心，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实体的周4晚上7点半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起来为所关心的事项祷告。蔡牧师有补充？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点简单的报告，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座位的后面放圣经或是诗歌本的地方，也有我们的牧恩之家的一个这个募款的信封。那如果弟兄姐妹你没有找到的话可以在那边来搜寻，或者是我们在楼下也有准备。那我们以后我们会在有一些机构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募款的时候，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安排，会将信封也放在一些的可以看得到的地方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来使用。那当然我们在下一周我们的这个座谈会当中，我们也会邀请同工们能够用比较好的方式，让大家可以能够用心来奉献。我们也准备好，那我们怎么样来让大家有更好的一个安排跟预备？这也是我们在下个礼拜会做的一个座谈的方式。好，那所以请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或是你愿意来学习如何来做招待、司献或者是我们的司会的同工，也请能跟我们来一起来学习。那我们这一次那个教育部这边我代理他们报告一下，就是我们今年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奖学金，我们从国中开始我们就发放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是在国中以上的话，那请我们把握这样的时间就是只有就是国中生以上，今年升小一的今年升国一的并没有就要等到明年。那但是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从这个中学生以后，我们就能够陆续的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然后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成绩来荣耀上帝所以这个是今年我们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那总会的部分因为我们教会是比较就是比较健康的教会，比较正常的教会，我们能够自立自养，所以我们能够来发给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就不再向总会申请这些的奖学金所以请大家放心，我们的所有的条件都跟总会的条件是一样所以不用担心，我们的金额也是一样的。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家里孩子要来申请的话，请尽快跟我们的教育部跟我们的办公室这边来联系以上，谢谢。会众我们一同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
蔡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赏赐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你的慈爱，并且我们也有新的开始。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在新的里面，每一天都有新生活、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会众请坐。殿乐。